台南高级真济一寡相关的商品嘛，真受到欢迎。去年因为有台南400年甲举办文博会，所以文创商品嘛拢卖甲强强滚，卖出5800万，嘛创历史的新高。来到台南赤坎楼的范美部架仔顶头，放甲甜甜，拢是文创商品。虽然讲是平常时啊，也毋过一透早都有真侪人来买。就是有符合在地的就是观光的需求，台南啊的景点这样子，然后也可以让觉得大家很幸，就是带来大家很幸福的感觉。我觉得蛮多样化的吧，然后蛮创新的，古迹类的，口述或古迹类的。去年是台南400年，然后再加上我们文博会在台南办，然后这两个活动结合起来，然后带动了我们台南古迹更多的观光人潮。根据文化局资料显示，去年因为台南400系列活动，也有台湾文博会，高级文创商品一档收入超过5800万，创下历史的新高。来遮拣物件，大家拢会买的，就是成功秘鲁、马铃薯片、至诚点心面，也有妈祖泡芙等等，拢是结合历史、在地信仰等等文化元素所推出的文创商品。其中赤坎楼所卖的商品当中，就是赤坎开心饼卖了上好。文昌阁供奉的是魁星爷，那还会有很多的考生来这边祈求可以金榜题名，他们来还愿，然后就会带着我们的魁星饼，还有我们古迹的系列商品饼干啊，一同上去拜我们魁星爷。文化局表示，大档的文创高级商品拢会推出新的物件，配合今年的主题是府城建城300档。文化局是推出以大南门城做封面，结合在地农产品的府城300系列商品，代表大台南丰富物产的特色，望会当拼出好成绩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